你有沒有問過自己，我到底是誰？這是最熟悉也最陌生的話題。如果時間倒回初中，答案簡單又乾淨。那時候的我是一塊剛開採的礦石，本身鋒利的稜角。班主任說我是他第一個記住的學生，成績單前列永遠有我的名字。班長、學生部長、話劇社社長都指示住腳。正的我寫在別處，寫在體育老師偏心時，我拒絕不公的示範刨上；寫在辱罵我的老師打電話向媽媽道歉的黃昏；寫在課堂沉默時，只有我站起來替那個男生發聲；寫在校長室裏，我把給我穿小鞋的人告到了根；更寫在我的軍令狀上，沒考到90分，把整本書抄3遍。那時的我是迎風生長的樹，只願觸碰天空。少年最怕不曾痛快活過，我就是光本身。可是高中一次爭吵，他帶頭，周圍安靜起來，我依舊是班長，站在最亮處，卻被悄悄疏遠。我第一次真切地懂得，光原來是有重量的。我開始收起翅膀，把那些尖銳、閃光、令人驕傲也容易受傷的部分，一點一點藏進身體。我變得膽怯，躲進人群。我以為只要變得和大家一樣，我就安全了。到了大學，我真的變了。我變得沉默，學會傾聽，不再是台上振臂高呼的主角，而是坐在台下安靜鼓掌的觀眾。我變得圓滑，變得成熟，我終於不會受傷了。直到前不久，學者邀請我擔任宣傳部長，那是我曾意愛又擅長的位置，我卻下意識猶豫退縮，然後輕輕地拒絕了。那個深夜，我忽然驚醒，那個敢站在全班面前說不公平的女孩，不知何時被我弄丟了。所以你看，我是一個很矛盾的人。我的身體裏住着一個想要衝出去闖蕩的少年，也住着一個總勸自己算啦的成年人。從前我像沸騰的水，如今卻像深沉的海。水還是那汪水，只是學會了容納更多。我無比懷念那個敢闖敢剛的女孩。謝謝你曾那麼勇敢，我也要抱抱那個高中害怕到躲起來的自己。謝謝你用柔軟保護了我。我更愛現在這個複雜、矛盾、正在尋找自己的我。我是誰？沒有固定答案。是過去的我，現在的我，未來期待成為的我。成長不是磨平稜角，而是懂得可以有鋒芒，也可以有溫柔。那個女孩沒走丟，她只是學會把光藏在手心，需要時再勇敢攤開。醒來後，我忽然懂了，光從來不在手心，光是我看她的那雙眼睛。